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气类咧。今日小介伊出动有艺术界，你讲艺术界作品，然后舞蹈嘅作品，本大家来认识。让你什么应该议题有关系哦，其实让强势你有前提嘅关系。大家来分享你今日里边佢系马莎咧，其实你大家已经当熟路嘅，你讲舞蹈生态内嘅从事舞蹈界艺术总监潘小英，欢迎。大家好，我係彭少怡，也係藝模嘅查查。大家好，看一邊，看一邊。对，欢迎查查，查查，你们是第一次来，对不对？你第一次跟妈妈来。你第一拜了一片黑貓。对，你知道他刚才一直看那边，是因为那边有天使，有冇？你昨天看天使嘅时间，昨天看到去家嘅面，古种你看见，那叫亲好可爱样，而且好可爱哦。黑猫，你今年几岁？唔記得噻。3歲，所以平常第一步下，你可以同佢講客家話。係同爸爸媽媽攏佢講客家話，錯冇嗬？對啊，爸爸老佢講河洛話。哦，所以佢細細嘅年紀，古早佢會講客家話，也係河洛話，也係我們說華語，他也有在說。當然，而且佢真年輕等一下哦，因為吼。因為你看哦，他這樣做的時候，我們跟他講好多，然後其實佢上細聽聽，唔過佢又糖油，然後他就真的很乖這樣子。對，好，今天要講到小英來到兩篇，其實是因為我覺得我們都知道小英最近剛完成了一部作品。對不對？查查，你看，你講你肚臍耶，你講你肚臍耶，有意思東西嘛？我們知道小英最近剛完成一部作品，對，用華語來說，這部作品就會講媽的虛，是不是？會幹有一些排泄和講嘅用啥詞？媽的虛，如果用英文來講就係媽的虛。對不對？哈，因為佢亞出作品，我有去看，可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可能有聽到嘅鄉親會知道講，那是一個怎麼作品？我沒看到，未來有機會。對，不過簡單來講，我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作品啊？為什麼佢嘅名誒用反義來講，係媽的虛？對。好，事前就會今日亞張因為佢突然向下累，就會愛從一隻就還蠻做阿妹，然後到變成阿妹，自己又會跳舞的你，所以愛就跳舞的你對身體就會有懂得很深刻的感覺，所以就在給轉變的過程當中，其實愛懂享受亞張身份，就是而且我從小就很夢想要當媽媽，可是就即便愛黑暗的胸女人，可是當我實際遇到懷孕的生產，還有第1個月那個過程，其實內心很多的掙扎，然後很多用同媽媽老闆跟我冇強用，對啊，所以我就把這個心境過程，然後發揮出來。肚子餓怎麼辦？肚臍哦，可以陪我們等一下下。對，就是像類似這種狀況，就是太多無法預期的，我們就轉變成做成媽的虛這個作品。對。可是周隊公其實你嘅創作，其實他對你來說影響很大。對，所以你會常常跟他跳舞，對不對？對。感覺上現在也是一個很像在跳舞的感覺。對。你等等，你可以等我講完一下。對。對。不行哈！我覺得我知道，我現在應該要準備一個東西給他吃，對不對？希望現場有冇該餅乾呀，還冇該肚臍的東西，做對幫查查吃。查查你肚臍係冇，對不對？你看他知道啊，你知道你查查是客家話嘅檸茶嘅查查冇？你知道嗎？你知道嗎？知道對不對？我們現場係沒有冇該東西做對幫佢吃，我希望我就睇下我要興意嚟跳舞了哦，對不對？好啊，還是你我們先跳完舞。先跳完舞，我要講媽的虛的故事給大家聽。我們跳一小段，然後你就可以去吃東西了，好不好？不好，不好。周買會一直討論到小英其實同查查會跳舞，是因為其實你跟女兒是一個非常親密的關係。周隊講其實某嘢其實對你嘅創作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能量的來源。對，然後而且你跟他在很多創作，其實是你跟他身體的親密接觸。對。所以像《媽的虛》裡面就會跟他講到為什麼會有那個虛，就是一般。傳統的認知就是懂像學生聲音按你幹，你就會說鬆的按你講。可是現在其實教養觀念在轉變，對，所以對。
所以你看，姐姐在干嘛？对，什么？好，来，我跟你讲，其实今日讨论安永嘅作品，其实共真经哎，就会有一个惊喜要给小英，因为今日是不是小英的生日？对，是你的生日。来，阿姨顶你肚脐耶，姑嫂阿姨有准备，来，阿姨做对吗？肚脐，对你肚脐你做月事呀，对不对？你看有没有他点头？来，今日黑妈妈的生日，你有跟妈妈说生日快乐吗？你说生日快乐。同奶奶做嘛该？生日快乐！你是不是做一只蛋糕给俺？有哈，不说呀，茶都在碟旁边吃妈妈的生日蛋糕。不过真的，小英生日快乐，谢谢。对耶，好棒哦！生日要当天了，供妈的续作品真的很有意义。对，因为3年多前的金不义就黑茶诞生的日子，对不对？对，哦，所以太棒了，那这样很好。你看，我们不要说嘘，对，我们不说嘘。我们说你招待吃东西，是不是？交给你吧，你可以吃。对，好棒哦！你可以直接吃。对，在茶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再聊一下。所以其实这个整个作品，整个过程，其实讲的故事就是雨生谁没你公子给狗场公子，然后我觉得这很议题耶，而且很血淋淋哎，对不对？而且俺有做舞蹈创作，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会去探讨女权，就会你身体的自主，身体的气概。所以当然俺决定会怀孕会生子，没唔黑俺欣赏，强迫我也是2个人都有讲好，都想要往那一步。对，但是那个虚就是虽然说这个虚，他给他吃豆公虚是对小孩的，其实唔黑过程当中很多你发现很多。不为外人道的辛酸，你讲不出来，所以那个虚董都会讲给自己听的，对，所以我们取这个名字，一方面艺丽姐刚刚有些排谁讲那个妈的，其实一语双关，就会妈的就是妈妈的，关于妈妈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想要透过剧场，透过艺术创作来探讨，然后另外一个就会骂你给，就是因为你又底下暗声，你又从中午的骂给，就会忍不住自己心中暗骂。对，可能会骂配你、骂老公、骂任何人都有可能。对，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母亲这个角色，其实社会上，即便现在2019年，就还会有懂得，你认为一个女人变成妈妈之后，她应该要怎么样？对，或者说你看到生意案的说呀。唔好搞生意按那唔糖发，就是会有很多冲突，跟我们现代的女性有很多冲突。对，你的小孩太瘦了，你爱用做唔得，对不对？比如讲比如讲哦，你嘅生嘢尿布唔係你要用按用嘅尿布做唔得。比如讲你生有2买嘅东西做唔得，对不对？一姐在剧透，因为你看现场给动地，这些东西都真的被我们放到剧场里面。对，而且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这么严肃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你们用了一个非常某 Q 给呈现。我说真心的，我在看那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有压迫感。我真的爱在看戏的时间，爱真点在底度有本意按用给呈现有冇，就会觉得说那种妈妈感受到的那种压迫感，跟外人给的那种压力。我在看那一段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好压迫。其实懂后 sell， 但是又有那个。达到那个效果，对，所以哈，让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俩嘴戏开又当某种嘅严肃度、地度，系嘛嘅严肃，你聊下，等下真来讲。异位性皮肤炎，皮肤发红，活性松痒不已。洗屁股的水温最好控制在40度左右。贵宾甜可以做到，好发范围到处都有。
下，等一下再来。我没有看见。所以那时候刚才看到是我们就是演出时候的，算是精华彩片段。精华，我是觉得整出戏都是精华。谢谢。对，然后我觉得我这样讲好了，其实小英可以给梦想会走阿美给你，不过其实他已经知道你会走阿美，你还是会经历很多你没有想到的事情跟压力，所以特别对于女性议题也特别关注。对，所以刚才我们才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暗涌给作品，从我们刚有个作品共识采访哦，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讲我的心情是，我觉得说我压力有点大的意思是一个要论述。妈妈或者是生产的作品，它可以怎样呈现？其实我发现你给我很大的惊喜，对，然后而且有一些东西其实跟现代很接近，就是我们所谓的是很接近群众或者很接地气，对，所以真的很多元呈现，我们分享一下，就会跟我们特别剪给夫妻来的观众朋友看个1分半那一段都育儿战略，就会我们常常就说育儿如战场，其实你们都在换一个心境，就像玉丽姐刚刚我们聊天分享说，其实给黑矮亲侯的伙伴，只是因为给黑外星人没给刚来到是地球，所以都给。某暗敌社会化的东西，也是小孩他纯真的一面，所以你就要必须找到一个语言可以跟他沟通。那我觉得对艺术创作者而言，每天这些观察就会变成我们创作的养分。所以，但是俺用母相公用那种很悲惨，然后妈妈都好惨，俺就挑丝工用一扎懂像打电动的方式，就把育儿如战场这件事情真的把它视觉化出来。对，然后我们又故意挑丝，因为我们都6年级生嘛，我们就故意用那个我们这个年代懂的那种18 bit 超级马力的那种复古的电动，对，所以现场那就是除了舞者现场啊挑，然后那个舞台装置也要搭配，做出那种复古风的一些玩具和装置，然后还有多媒体设计，给妹在阿梅，所以你很懂，我就跟他说我要那个妈妈每换完一个尿布，然后去按一个铃，就会有金币跑上来，一直得分，然后他就还做了很华丽的效果，什么 level up 什么的，就很可爱这样。所以就很有感觉。其实简单公寓了，你看到一村这么难的议题，唔讲你希望大家都得了解什么人的位置。对，我觉得希望大家来重视什么人公子呀这件事情，然后又用一个。大家可以有共鸣的，比较我们讲比较活泼的多元形式来呈现。其实里面不只是这样其实也有一些像是真的亲身访谈的片段放在里面，诉说每个阿梅的心声，有没有？我在看戏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些流汗的，就像我去天上嘅西来人哈，感觉不知道嘅心情很有你。你会去？你看，你看偏瘦偏瘦嘛，偏瘦的嘛。可是我要跟阿姨要共翻呢，好，还是你要他真经，对，好像是真经真经我听，真经我听样样。那你要跟爸爸去吗？做点吗？不行啊，你可以让爸爸带你去吗？可以吗？爸爸底都那爸爸可以给片有没有？爸爸在这，你刚让姐姐的卡掉下去有没有？你要等爸爸去吗？要吗？爱嘛，冇爱系嘛？你听说妈妈去系嘛？冇按容易。来同大家的分享，基本上其实有带了一团很精彩的 VCR， 对不对？我们先看 VCR 好不好？大家来听下，偏瘦，大家来看一下。我一下来邀请所有的乡亲朋友，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精彩的马街东西的短片。为
讲到嘅其实是妈的曲，对，主题曲，对不对？而且你真的很厉害耶，词是你写的，对不对？我啦，这就会刚才一起前面有讲到，就是我们虽然做艺术创作，但是会希望接地气，真给捞真正的人、真正的生活连接。所以亚作品低度，还有未来后续的计划，我们都懂得妈妈的真实的访谈。所以俺就从访谈，还有俺去嘎经历了，还有身体的就网络上查的一些，就是你公太身影工，你身上会留下的一些痕迹。对，我说这叫身体残痕，其实都很悲惨。比如说什么胸部下垂、性冷感，然后乳腺发炎那些，我就把它排列成一个就是有组合的曲子。可是啊，那些歌词全部下下来，真的很悲惨。可是我觉得妈妈这个角色很迷人，就是她很矛盾，她在这么悲惨的同时，可是你看到要暗淡一下，你真的就是丽丽姐说会一直融化，真的。对，所以我把我这样的心情，然后音乐设计，给懂有意思哦，给还蛮给粉，但是给谁来赢？谁来赢？但是他有准备想要给粉和周阿爸，所以他听完之后，他就说。我们来做一个很幽默的反差，我们来做一个很爵士相送那种。我说好，这个很棒的点子，对，所以就是他有一种是自我解嘲，就会懂就爱气噶，爱讲的声音，爱听爱让他身体某条拜按讲哎，可是我唱给我自己听的一个浪漫情歌按哎，而且俺会知道有一种嘅感觉，就会讲，其实什么你真的会爱自己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我们反正按呢，对，反正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来爱自己身体的痕迹吧，对，爱用给感觉，对，所以我爱在看夜时节要有听到亚述狗熊，爱真的有爱用给感觉，我觉得我真的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小英在这一个作品里面想要呈现的哈，所以大家会觉得哇，一下很浪漫，一下很压迫，对，而且这中间连那个整个生产的 ceremony 工字给勾场。你也是用了一个很舞蹈的、很意象的方式呈现。我觉得你挑选的演员，不要讲你挑选，就是我们这次挑选出来的演员跟舞者都好棒哦，对不对？所以在演员的挑选，其实也是。有特别，就会我们的女主角就是郑伊文小姐，吉妹黑在阿妹，而且是前辈，因为感冒会好朋友，已经大她1岁，所以就会吉妹黑专业舞者，所以俺头摆老吉妈妈手势，黑真吉用啥做周阿妹之后，因为女儿的关系。才变成好朋友，对，你让我讲完这个好不好？我快讲完了，快讲完了。好，那去找爸爸。这是大家妈妈最欢喜的时间，说哦，都得请爸爸，找爸爸最好。对啊，给就会没黑专业的舞者跟编舞者，那我们就是艺丽姐一款推做我们爱讲，你总嘛没去给挑，就会当时有考虑过，跟兄公因为这个作品这么的多元素，然后也有延续到我未来的计划，所以俺想要更客观一点出来看，所以俺就读到伊文，想说哦，她又是表演性很丰富、很有趣的一个女舞者，俺就邀请她说，然后我们俩已经约好要跟他做创作也好，或是做身体工作坊，做到他18岁，对。所以亚哈其实佢喺上岁，唔讲你用啥有讲好做到18岁，哇，太棒了！对，因为我去看表演的时间，我心肝都第一个想法就会讲，我怎么没有看到小英跳舞？对，不过还做得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觉得小英这一次是跳出来变成一个艺术总监，你一看整个作品从起承转合到整个多元形式的呈现，所以其实现场观众回馈很热烈，从某对现场观众，从每次都最惊讶的是，因为大部分妈妈都会很感同身受，像里面有一段很机车的是跳舞机，就会邀请女主角，她会换那个很霹雳造型的女战士的衣服，然后还有邀现场观众哈雷 Q 他跳，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跳舞机，其实它就是一个象征共
好像妈妈都要受很多指令。结果我朋友就是才生完小孩不到1年，结果宽跳舞机那段明明很讽刺，他说他哭到一个，因为很有共鸣。然后我说最意外的是像伊丽姐安的黑阿梅的你，伊没看到懂得，像有一扎年轻的女性，记住讲宽腿吃到心很痛，那个痛是原来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对女性的认知，就是这些妈妈还是在经历这些，对。然后没有谁来引讲。昆体转去动唱，慢一下去给阿妹讲辛苦的啊，对，然后也希望讲虽然你昆体过后有没有要变成神队友，唔系猪队友嘅感觉，还有请有意思嘅内容做得来向下来讲一下，所以先请你嘅乡亲朋友先聊下，你等下再做你讲哦。各位亲朋友做的邀请到小英还有茶来到鸦片。其实共识才发，因为其实我们这一部作品其实就跟阿梅老仙女有关系，对不对？那我们一直都知道，其实小英跟小孩子之间的那种关系是很亲密的。那亲密其实可以讨论的范畴很广，我们从肢体开始说。其实你每一天都要花很长时间跟他有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就会耳濡目染，就会明明甲讲。没有做给我声明的，就会大孔的功用，对，所以他就每天看我们跳，就懂好，所以你音乐一放下去，你看，其实就很自然。我们来跳一段好不好？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很自然，你看，哇！可以感觉到他其实很喜欢呢，聪梦你轻中医按那种跟互动，对，真的，你跟妈妈黑舞者，仙女家黑舞者，对，所以他也可以感受到他跟你之间的那种身体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了妈妈当提供那种亲子，哇，你要跟弟弟妹妹跳，好啊，你跟他跳，好，你跟他跳，预备备，对。就会蛮自动可能他感受到说，我们俩一起跳舞的时候，是我们两个共同喜欢的事情。对，然后可能在都市当中，对低度的时间都硬挑，所以他身体应该都有感觉到那些律动。对，这个时候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把爸爸排除在外，也干不够。爸爸没会跟他跳，爸爸没会跟他跳，哇，好棒！你可以让他，其实你可以在你的怀里，其实他现在是很享受跟你的那种亲密互动，对不对？不过说到这边，泰嘎就被吃到讲，你说的看到小英同谁也按勇给亲密接触，按勇给跳舞。其实小英在明年，会有新的一个，其实就会 Mothership 这个计划，就是叶姐前面有共都，像我们现场演出很特别，是一般剧场演出作品最后会有一个演后座谈，对，通常都是创作者和表演者。你看着我睡觉，去跟老观众分享我们的过程。可是我们这次就想要做一个突破，所以我们邀请了跟母亲这个角色，还有跟女权相关的。有些是讲温柔生产的，有些是助产师，然后有心理咨商师来跟我们对谈，其实就会铺成我明年的计划。因为我们希望说，就是艺术工作者要跟社会连结，所以这个计划不会只是为了我个人的创作，对，所以我可能会想要连结做一些社会关怀也好。然后会有一些互动的身体的工作坊，就关于母亲的探讨。像我们演出中有一家动态子宫，对，明年就会把它转变成是观众都可以进去里面，可能在里面感受重回子宫，然后可能也在里面看一些影像的作品，就是比较另类的展演这样。是，对，安永真影，我觉得这是一个跟观众，我们回到传统好了，其实它传统的方式，太敢去看戏卡也好，你就是观影，你就是看。对。不过小英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看从今年的演出，你会有一个映后座谈，太敢做的安永大追顾，做的分享，去甲个某天会经验，不过会讲都
盲眼给作品有可能它会更延伸。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跟观众的互动。对你想想看，像一个观众朋友，如果你看完戏，你还可以上台跳舞，那种感觉会完全的不一样。对，所以这是明年可能一系列会不同发展。除了刚才说这个还是一个有展演性质的以外，也没有衍生做一些亲子工作坊啊，像我朋友聊到说，我们会邀请那些妈妈们或大人们重回子宫。他说，这个做亲子没懂有意思，因为给每空给安的产生啊，老给讲子宫啊什么，其实他有感觉，因为以前干那些什么，应该知道给要那些教育很重要的一环。对，所以明年的演出才会一起嘛。明年就是亲子工作坊，亲子工作坊会一起，对不对？然后，所以明年的亲子工作坊其实，除了是一个也算是可以去报名参加的亲子工作坊，对，真的哈。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因为跟小英一直聊得很开心，我们一直很忽略我们每一次在节目里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露骨演仪嘛哈。这个其实因为小英不是第一次来，对不对？所以每次都要来学新的一句哈。吉姆利亚吉泰卡，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吉光都公子昌选，刚共好欢。公字是生小孩，对不对？昌选就是撑船，对，意思就是说，其实生小孩跟撑船这件事情都是很困难的，都是有风险的，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就变成是公字到昌选亚天事情，你都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好汉，就是说，因为这中间的，你不要说我是一个好汉，亚天事情对我来讲轻简单，公字听听没昌选听听没，我说我是好汉对我来讲轻简单，不过其实唔系哦，公字昌选，昌选，对，不敢讲好汉，对，其实吉本亚露骨演绎本来要邀请叉叉。所以可以来，他来呼吸，可是你看他多自在，代表我觉得为什么一直强调亲子工作坊？因为我觉得你让孩子好有安全感。对，你看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第一个他也没有很怕生，你看他就躺在我们的这个东西嘎不卡呢，你看他好舒适，对不对？对，而且吃东西啊、喝水啊、跳舞啊，对，你看他现在自己玩得很开心，对，所以其实你看到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同台卡的分享，像小英今年的一个很特别的多元呈现的作品，阿莽也有可能会。规划会继续延伸的，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亲子舞蹈工作坊，对，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再一次跟大家来介绍的是舞蹈影像。对，就松柏有共同，就会其实就会今本夜来录影之前，我们刚结束一个第一次尝试的，因为我一直有在国内外有开设舞蹈影像工作坊，就会因为雅琪嘎有用舞蹈影像这个媒介来做创作，但是台湾卡塞用你低也还蛮个东西，而且很抽象，因为你讲跳舞，台卡做得低，你讲影像，台卡做得低，你讲跳舞到影像，台卡做其实就会对它最后出现是影像，可是里面舞蹈是主角。都在最简单工作的案例，可是并不是把舞蹈拍下来给你看哦，对，其实是要经过构思，有剧本那些，是有剧本的。希望因为去年就松柏来节目有介绍给展览啊，就知道其实舞蹈影像很适合现在的生意，因为要有你看给3C，还有我在国小有任教，就是现在小孩的媒体刺激太多，对，然后很多小孩来看我们的作品，他真的就会跟着动，然后会有反应。我本来知道讲，会不会偏艺术类型的影片，声音也会吃到看不是吗？比大人更有想象力，对，所以就有一个愿景，想说，现在既然我们的孩子未来都要看到很多很多的媒体，那我在舞蹈影像工作坊这一块也来试试看做亲子。对，等于可是他要怎么做啊？我们这次的做法就是会变成很多很多的小游戏，比如说大家都要拍一颗苹果，然后苹果怎么在你身上运行，然后或者是妈妈头当不用一撩令狗，然后声音也会练习拿手机稳稳的运镜，苹果都要在中间，就类似这种，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好像只是在用手机玩
拍的游戏，对可是其实过程当中都是一个美学的建构，是因为你不是，因为现在很多现成的 APP， 可能小朋友国小生就会了，他们可能就会。因为那都是电脑帮你做的选择，可是真正的影像创作是在于你去改有去改的想法，对，透过画面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大家有发现吗？其实一个。我要讲严肃一点哈，就是一个国家要有很好的发展，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人，对不对？我们要有很好的人，我们要从小就开始培养。但那个培养，你可以讲脱俗听听，其实可以创造力的培养。对，所以我刚刚听小燕爱勇讲，还会吃到，其实你看哦，不管是肢体的自由运动，或者是小朋友影像的一个接触，我觉得你让他随便的去。感受去发展，我觉得这对孩子是创造力很好的开发。对，突然间觉得我们的未来很有希望。小英，我刚刚那样子的一个严肃的结论，你觉得如何？不会，这其实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今年刚做完，然后做了家长的反应很棒，就是所以我们就想说，没黑气感也我觉得这也是Mothership计划的一个系列，就是要让。妈妈，或是不要说妈妈，父母的这个主体跟孩子的主体是连接，因为太部分就会懂用用声音之后，你好像他就变主角，其实不是，两个人是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创作。像他们就没有办法预期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反而大人也跟他们一起创作很疗愈。对，因为大人经过社会化之后被框架了，就有按给杠狗。对，可是因为小孩他还没有被污染，所以。古早其实讲过很无强，对哇，今日真金清风宇宙的邀请到小英还有查查的都鸦片同台卡强哈教有冇的两样的歌唱底度都得看到查查的身影，真的谢谢小英再一次的带查查来到这边，应该说再一次来还带了查查，对，要不还真劲嘅，不是说以后如果有机会有新的作品一起来介绍给大家认识，早点好，谢谢小英，谢谢查查安之 C， 拜拜，谢谢，拜拜，早点好。拜拜，拜拜。哦，哎，那个安之 C 有叫講吼，你生下來嘅做嘛，家己喺度做認同了。